非是小乘第43。佛告持事，汝觀彼諸菩薩摩薩，善獲利益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得聞阿彌陀佛名號，能生一念喜愛之心，皈依瞻禮，如說修行，當知此人為得大利，當獲如上所說功德，心無下劣，亦不貢高，成就善根，悉皆增上。當知此人非是小乘，於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。是故告汝，天人世間亞修羅等，應當愛樂修習，生希有心，於此經中生道思想，欲令無量眾生速疾安住得不退轉，及欲見彼廣大莊嚴，攝受殊勝佛剎，緣滿功德者，當起精進，聽此法門，為求法故，不生退屈危之心，切入大火，不應疑悔。何以故？彼無量億諸菩薩等，皆悉求此微妙法門，尊重聽聞，不生違背。多有菩薩，欲聞此經而不能得，是故汝等應求此法。